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今日公布，这静管移动基金会执行长林桂琴排伫咧第一，也那反制假信息的新北勇排伫第二，兴华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理事长张雅玲排伫咧第三，也那第4到11呢拢是现任立委。党主席赖清德表示讲，希望透过这份不分区立委名单，和守护民主、保卫台湾，加做上侪人的迄派。我期盼通过这份跨党派、跨世代以及跨领域的名单，能够让守护民主、保卫台湾的这一派成为最多数派，而坚持民主自由的生活现状，也应该是全体国人的最大共识。民进党无分区提名名单公布，党主席赖清德讲，这是因应未来20年台湾社会变化而建立的行政甲立法独备的人才。由尽管移动安全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国琴排第一，反制假信息专家沈碧阳第二，环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理事长张雅玲第三，加交通安全邻里作战这领域列入。第4到11名拢是现任的立委，有个安全名单第12名是文化界代表演员纪玉清，不过名单因法派系不满，正国会5人缺席中执会90倍数。阮好讲话红看不起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不是没有人才，他们不用，所以我非常愤慨。不过，外界真关心的前卫福部部长陈时中、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周庆明拢无列入，医界代表无伫安全名单内，也引发讨论。另外，副手人选下礼拜就会公布，赖清德竞选总部爱外界免独家猜测。对于中国国台办讲赖萧培是相斗的组合，也随时说明反驳。国台办今天的发言根本是以恐吓为手段，试图影响台湾选举，但对两岸和平稳定、区域繁荣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另外，对国民党甲民进党协商也表示，无论怎样电影安怎整合，拢袂影响既定的选战节奏。呼吁两党总统候选人比较赖清德候选人，提出完整的国情环境，和民众检视，卖互分享不同利益，正是两党合作唯一的共同点。记者宋华报道。